看到这张相片，坐火车上北路南，和囡仔有啥物关系？多网友咧人面册分享这张火车头广告的相片，顶头写讲，若是头一晚头一梯就爱去基隆宜兰，若是第二梯就爱去新竹，抑阁有台北，互人看甲无啥啥。详细一个甲看，才知讲原来这是月台，两个字写一个伤过晚，头一个时间才会看作是梯。相片一个抛出来，遂引起到网友大家回较真热。嘛有一寡网友笑到要变过，讲若是有第三梯，安尼要行去倒位？火车头的广告写讲，第一梯往基隆宜兰，第二梯往台北新竹。敢讲即马连坐火车嘛爱用生过几个囡仔来混淆。进前有网友伫面册来抛这张相片，用第几梯来分路南甲上北的旅客，安尼实在互人三无聊啊问。不过斟酌甲看，才去发现讲是甲月台这两字甲写伤晚，熊熊看真正是甲看做第一梯。这很好笑。可能会有些人会误会啊。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坐火车的人大部分拢有挂喙嗡。伫咧桃园车头遮，煞有一个表情看到真紧张的有心妇人人，咧问讲啊，我是生第三胎啊。安尼我到底是爱行对倒位去才会使哩？这个遮尔啊误人的话题，一个甲抛出来，就随引起真热烈的讨论。嘛有网友留话咧问讲，哎呀，若迄个无生囡仔要安怎？嘛有网友批想讲，生第三胎是咧精善报国，政府应该派专车来甲接掉啊。但是不是讨厌火车站的呢？不是，会觉得很好笑。对。虽然站务人员表示讲，这个误人的广告毋是桃园车头的，不过看到遮尔啊趣味的指示牌啊，嘛，互即马较紧张的心情通较松动一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